先生、小姐，唔得好，請問愛辦乜嘅業務？我哋愛申請提起成本。請問上相？小相長，張先生，唔好，請坐。請問申請來做乜嘅用嘅？我一定愛辦理農保嘅生育給付申請，我用到戶籍成本同家保農體嘅提息成本。因為有兩筆資料係愛申請呢隻提攤嘅成本咯，唔到係用呢邊農業用地去參加農保嘅。我哋冇乜嘅確定，請問係咪做得兩筆都申請？好啊，兩筆都申請。請問張先生，唔係所有權人麼？我係所有權人，冇唔錯。好，請提供印呢同身份證。我攞資料登錄入去，請等一下哦。誒，生日呢幾太啊？滿月了，恭喜哦！我用一張20斤元，總共40斤元，也係書記。按子說，按子說，順行。